一生一次，一次看盡三大神級湖泊：大柴旦翡翠湖、上帝親手打翻嘅調色盤青海湖、高原上唯一嘅藍色海洋茶卡鹽湖、天空之鏡企喺湖面如行雲端。催明假期帶您走進清江，入住戈壁深處嘅隱世設計酒店敦煌東翼酒店，開啟一場尋美東方的極致之旅。我哋由香港直航蘭州，一落機就正式開始呢趟西北限定之旅。先去門源同張掖，趕上一期一會嘅超靚油菜花海，再走入神奇的七彩丹霞，保證顛覆你對山嘅所有想象。登上西北第一雄關嘉峪關，感受邊塞豪情；途經瓜州，遠觀大地之子，無界呢啲大地藝術，荒涼中見震撼。繼續西行到敦煌莫高窟，感受最精美嘅佛教藝術歷史寶庫。仲有茫茫大漠中永不乾涸嘅鳴沙山月牙泉，等你見證奇蹟。之後前往西陵，喺塔爾寺觸摸信仰嘅力量，感受藏文化嘅心髓。除咗隱世酒店，我哋仲保證2晚蘭州國際5星、2024年全新開業嘅蘭州眾邦喜來登，同埋蘭州新區皇冠假日酒店，住得舒服先係高端享受。最後從蘭州輕鬆返港，全程無悶場，只有驚嘆。催明假期，尋美東方清金奇景8日遊，緊辦3團，6月尾7月初跟催明出發，睇中國最美嘅另一面。